我们所听到的这一段是潮州的即兴锣鼓乐大吉大利，您是不是觉得也感受到一种大吉大利的这种感受呢？接下来我要为您继续介绍的是在广东的即兴音乐。广东乐在19世纪的下半叶在广州是十分流行的，当时呢是以琵琶为主奏，次要的有筝、箫、三弦、野鼓，直到了后来出现了二弦、齐琴、三弦、乐琴和横箫等等叫五架头。这种五架头俗称是运弓形式。到了民国15年之后呢，改了以二胡、琴琴和扬琴的三件头，俗称是软弓形式。以后逐年就增加了。在增加的这些乐器当中，包括中乐器跟西乐器都有。一直到现在，我们可以来听听这首著名的广东即兴音乐《步步高》。广东乐曲形式的即兴音乐《步步高》之后，接着要为朋友们介绍的是属于闽南的吹打即兴音乐。闽南吹打又叫做闽南石音，它流行在晋江地区跟泉州市。当地的人在公余闲暇的时候，夜间呢是经常聚在一块演奏，不但自娱，更可娱人。于是渐渐的就成为婚丧喜庆、节日习俗的一种仪式音乐了。也由于普遍受到人们的欢迎，于是就有专业艺人开馆授徒，充满了蓬勃的气象。同时，在闽南的石音呢，也被梨音戏、还有高甲戏跟打城戏所吸收，作为戏曲的场景音乐。闽南石音的起源很不容易真正找到文字的证据，但是从曲牌跟乐器上的考察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它跟北管系统比较接近，和南曲呢又相差得很远了。所以，闽南石音很可能是从北方传来的乐种。接着，我们就来欣赏一段闽南的即兴吹打乐《锦绣前程》。
有体系。